大家成日話過河卒仔有去無回，但今次呢個故事係講一間喺內地紅到發紫，要排隊排到天荒地老嘅燒肉界巨頭，滿懷信心咁殺入香港，諗住可以好似喺上海、深圳咁橫掃千軍。點知開咗唔夠一年，就喺尖沙咀呢個黃金地段，無聲無息咁收咗皮。呢間嘢就係西塔老太太。好多人話佢係資本傲慢撞上咗香港嘅地產霸權，以為香港人仲係以前嗰個提款機，點知最後自己先係嗰隻俾人宰割嘅大水魚。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一下，呢位老太太到底係點樣喺香港呢個美食天堂跌到個鼻青臉腫，背後到底反映咗乜嘢市場真相？講起西塔老太太，如果大家有返過內地，或者有留意開社交平台，應該都聽過佢個名。佢發源自瀋陽，打住正宗東北泥爐燒肉嘅旗號，憑住嗰隻獨門嘅芝麻醬，喺全國開咗超過400間分店。你要知道，喺內地要做品牌做到呢個規模，背後一定有強大嘅資本撐腰。資本嘅邏輯好簡單，複製、擴張、收割。佢哋覺得，既然我喺一線城市都咁成功，香港呢個所謂嘅國際大都市，仲唔係手到拿來？於是喺2023年嗰陣，佢哋雄心壯志咁宣布進軍香港。當時佢哋揀咗喺尖沙咀金巴利道開第一間鋪，嗰個位置係咩地方？係香港韓國菜燒肉嘅一級戰區。佢哋租嗰個位，月租聽聞要30萬港幣，30萬一個月租喎，你計下數，每日一開門，未計人工、電費、食材，就先要輸1萬蚊租俾地主。呢啲就係典型嘅資本思維，覺得只要有流量、有品牌，幾貴嘅租都食得落。點知呢個就係佢哋噩夢嘅開始。佢哋進場嘅時間點係2023年嘅下半年，正正係香港餐飲業最痛苦嘅轉型期。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最流行嘅一個詞係咩？係北上消費。當資本家仲以為香港人會好似2010幾年嗰陣咁，見到內地名牌就衝去排隊，現實係香港人已經變晒心。依家啲香港人個個禮拜五下班就衝去福田、羅湖，喺深圳食餐西塔老太太，人均可能只係120蚊到150蚊人民幣。但來到香港，佢哋嘅定價係點？人均要去到400至500蚊港幣。呢個就係我想講嘅第一點，資本嘅傲慢。佢哋以為香港人真係唔識計數嘅提款機。你同一個品牌，同一個味道，甚至連服務都未必好得過內地，憑咩去到香港就要貴3倍？資本家會同你講，香港租貴，人工貴啊嘛。但消費者唔會理你呢啲，消費者只會覺得自己做咗大水魚。當大家發覺坐半個鐘車上深圳就可以食到一樣嘅嘢，仲要平咁多，點解仲要喺尖沙咀俾30萬月租你呢位老太太？而且呢班資本家完全低估咗香港地產霸權嘅殺傷力。喺內地，如果你係大品牌，商場可能仲會俾優惠你，甚至免租期都長啲。但喺香港，地產商先係真正嘅大佬。你話你係網紅店？唔好意思，租照加，管理費照收。30萬一個月嘅租，對於一間燒肉店嚟講，壓力大到你想象唔到。你要賣幾多份牛五花先至夠交租？你要請幾多個員工？喺香港，2024年、2025年呢段時間，洗碗工嘅人工都已經要去到2萬蚊，加埋強積金、勞保，呢啲成本係內地資本完全冇預算到嘅。再講西塔老太太嘅死因，仲有一樣好關鍵，就係佢哋嘅服務同管理。喺內地，西塔老太太係以服務熱情著稱嘅，但來到香港，唔知係咪因為人工太貴請唔到人，定係培訓出咗問題。好多去過食嘅朋友都反映，啲服務員成日唔嗲唔吊，叫極都唔理。香港人係好現實嘅，我俾500蚊食餐飯，唔係要求你要跪地服務，但起碼你要有基本嘅尊重同效率。如果服務差，味道又同深圳一樣，定價又貴咁多，
我點解唔去食本地嗰啲老牌燒肉店？呢度就要提到香港人嘅消費習慣。香港人係好精明嘅算死草。以前內地品牌落嚟香港，好似海底撈咁，起碼人哋有一套完整嘅服務體系，雖然貴，但你買到嗰份服務。但西塔老太太嚟到，好似除咗個品牌名，乜都帶唔到落嚟。佢哋以為靠社交平台揾幾個網紅影張相，打個卡，就可以維持到生意。佢哋唔明白，香港嘅網紅效應係嚟得快，去得快。2024年初開張嗰陣，可能仲有人排隊，到咗2024年年中，啲人試完一次發覺唔對路，就唔會再反轉頭。而且最搞笑嘅係，佢哋個死法好難睇。一般大品牌執笠都會有個交代，但西塔老太太係俾人追租，然後突然間成間鋪變咗無人區。傳聞佢哋欠租3個月，夾埋成8萬。呢啲就係資本傲慢嘅代價。佢哋以為可以好似喺內地咁，靠現金流頂住，或者靠融資撐落去。但喺香港呢個成熟嘅金融市場，地產商係唔會同你講感情嘅。你交唔出租，律師信就到。我哋可以對比下其他內地品牌，好似最近喺香港開得好火嘅嗰啲手打檸檬茶，或者係一啲平價嘅酸菜魚。人哋走嘅路線係性價比。既然我租貴人工貴，我就縮細鋪面做外賣或者精簡餐牌。但西塔老太太呢類大面積、高裝修成本、需要大量人手嘅燒肉店，正正係撞中咗香港經營成本最高嘅死穴。佢哋以為自己係強龍，點知香港嘅地產霸權同人工成本係一條地頭蛇，專咬你呢啲唔識行情嘅外地龍。其實呢件事反映咗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，香港嘅餐飲市場已經變咗。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睇返轉頭，呢2年執笠嘅內地餐飲品牌唔止西塔一間，好多品牌都係興沖沖咁落嚟，以為執到寶，結果蝕到入肉。佢哋忽略咗香港人依家嘅消費模式係極致嘅性價比或者極致嘅體驗。如果你兩樣都做唔到，你只會成為地產商嘅打工仔。大家諗下，30萬月租，一年就係360萬，加埋裝修可能又要幾百萬，仲有嗰啲幾萬蚊一個月嘅經理人工。西塔老太太可能喺香港投資咗成千萬，最後連1年都頂唔到。呢啲錢如果喺深圳開鋪，可以開到幾多間？呢啲就係我所講嘅大水魚。資本家以為自己可以用金錢換時間，用名氣換利潤，結果喺香港呢個叢林法則入面，被地產霸權食到連骨都冇。而且最諷刺嘅係，當西塔老太太喺香港宣布倒閉嘅時候，深圳嗰邊啲分店依然係人山人海，入面仲坐滿咗香港人。呢個畫面真係好荒謬。香港人寧願花2個鐘來回深圳，都要食150蚊嘅西塔，都唔肯喺尖沙咀樓下食500蚊嘅西塔。呢個唔單止係品牌嘅失敗，更係一種定價策略嘅完全失誤。佢哋完全冇考慮過，依家嘅交通便利程度已經令到深港兩地嘅餐飲價差變得極度敏感。喺香港做生意，如果你仲係停留喺我係名牌，你就要俾貴價呢個思維，咁你真係好快會成為下一個西塔老太太。香港嘅地產霸權雖然好恐怖，但佢係透明嘅，你入得場你就知要交咁多租。真正令呢啲品牌死得不明不白嘅，係佢哋對香港市場嘅無知同埋對消費者智商嘅輕視。我見到有啲評論話，西塔老太太係因為水土不服，我覺得呢個詞用得太溫柔。佢哋唔係水土不服，佢哋係想掠水但唔夠人快。佢哋想趁住內地品牌熱潮落嚟撈一筆，但佢哋唔知道香港人對內地品牌嘅新鮮感係以月嚟計算嘅。如果你冇核心競爭力，如果你嘅味道、服務同價格唔成正比，香港人會好快拋棄你。講到尾，呢場資本傲慢撞地產霸權嘅戲碼，最後贏家只有一個，就係尖沙咀嗰個鋪位嘅大業主。佢收咗你幾個月租，又收咗你按金，最後你留低一堆裝修同垃圾俾佢，
佢又可以再租俾下一個充滿幻想嘅資本家。而西塔老太太呢？佢哋可能仲喺度諗緊，明明我喺瀋陽、北京、上海都咁勁，點解去到香港就唔靈？佢哋唔明白，香港呢個地方雖然細，但係好精。呢度嘅租金係全世界最頂尖嘅，呢度嘅食客係全世界最挑剔嘅。你想嚟香港分一杯羹，你就要有除咗品牌之外嘅真本事。西塔老太太嘅死，俾咗所有想落嚟香港嘅內地品牌一個好大嘅教訓。香港人唔係你嘅提款機，香港嘅地產商先係真正嘅掠水高手。如果你冇做好萬全嘅準備，你只會由傲慢嘅資本變成一條可憐嘅水魚。最後我想講，其實西塔老太太嘅失敗，亦都係香港餐飲業嘅一個縮影。依家我哋見到越來越多內地品牌想落嚟，但係成功嘅真係寥寥可數。大家要明白，香港呢個市場雖然同內地接軌得越來越深，但佢嘅商業邏輯依然係非常冷酷嘅。30萬月租係一個數字，但背後代表嘅係每一日、每一小時嘅生存壓力。當你見到一間鋪頭明明人氣好旺，但都要執笠，你就知個租金有幾咁唔合理。但當你見到一間鋪頭定價高到離譜，但服務又跟唔上，你就知個老闆有幾咁傲慢。西塔老太太正係兩樣都佔齊晒。佢以為可以靠資本嘅力量去對抗地產霸權，結果地產霸權未喐手，消費者已經用腳投票送咗佢一程。如果你問我，西塔老太太仲會唔會返嚟？我覺得短時間之內都唔會，因為佢哋已經喺香港留低咗一個好難睇嘅記錄。而對於我哋呢啲普通消費者嚟講，呢件事只係話俾我哋聽，唔好迷信所謂嘅網紅品牌，特別係嗰啲嚟到香港就當自己係皇上，標價標到離晒譜嘅嘢。我哋嘅錢雖然係辛苦掙返嚟，但唔代表我哋係智商稅嘅長期供應商。今日講到呢度，西塔老太太呢個案例真係值得所有想喺香港大展拳腳嘅老闆深思。唔好以為香港人仲係以前咁好啊，亦都唔好低估香港呢塊土地嘅魔性。你以為你係嚟搵錢，點知你係嚟送錢。呢個就係2026年香港餐飲界最諷刺嘅一幕。資本同霸權嘅碰撞，最後受傷嘅永遠係嗰啲唔識地盤規則又自視過高嘅局外人。大家下次如果見到又有一間內地名店嚟香港開鋪，月租又係幾十萬，定價又係貴內地幾倍嘅時候，不妨大膽預測下佢可以撐到幾耐？係3個月，定係好似西塔老太太咁，連1年都過唔到？呢個遊戲睇怕仲有排玩。香港呢個戰場從來都唔缺傲慢嘅資本，亦都從來唔缺被割嘅水魚，只係可惜咗嗰啲以為嚟香港可以發財嘅創業夢，最後都係變咗地產商銀行戶口入面嘅幾個零頭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大家都明點解西塔老太太會死得咁慘，唔係因為佢嘅肉唔好食，而係因為佢根本冇搞清楚，喺香港真正嘅大佬從來唔係食客，亦都唔係品牌，而係嗰份厚厚嘅租約。當資本遇到呢份租約，再遇到一班識計數、識北上消費嘅精明香港人，失敗其實一早已經寫喺個招牌上面。呢份稿我用咗好多心血去分析呢個商業現象，希望大家聽完之後，對香港嘅市場環境、對內地品牌南下嘅困境有更深嘅理解。香港從來都唔係一個易揾錢嘅地方，佢係一個考驗你智慧、耐力同埋成本控制能力嘅修羅場。如果你只係帶住錢同傲慢嚟，咁西塔老太太嘅今日就係你嘅聽日。2026年嘅香港機會依然有，但係嗰啲想當然嘅錢已經越來越難爭啦。大家如果喺尖沙咀行街，見到嗰個曾經喧鬧一時嘅鋪位，不妨諗下呢位老太太點樣喺呢度做咗一場昂貴嘅夢。呢個夢嘅代價係幾千萬嘅資本，係無數人嘅努力，最後換嚟嘅只係我哋今日茶餘飯後嘅一個話題。希望呢個故事可以俾大家一啲啟發，無論係做生意定係消費，都要保持清醒，唔好俾表面嘅繁華呃到，
亦都唔好做嗰隻俾人宰割嘅水魚。香港呢個地方最尊重嘅係實力，最唔客氣嘅就係對付傲慢。西塔老太太，再見啦，或者應該話喺深圳見啦，起碼嗰度嘅你仲係我哋熟悉嘅消費得起嘅老太太。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，每一個商業品牌嘅起跌背後都有一套邏輯。西塔老太太嘅退場唔代表內地品牌唔得，而係代表舊有嗰套高日價、高租金、高營銷嘅模式喺香港已經行唔通。未來嘅贏家一定係嗰啲能夠真正理解深港生活圈，能夠提供極致價值，又能夠喺地產霸權嘅夾縫中揾到生存空間嘅人。我哋繼續觀察，睇下一個落嚟挑戰香港地產霸權嘅勇士會係邊個，又或者下一個成為大水魚嘅品牌會係邊位？呢場戲真係越嚟越好睇。大家記得，無論世界點變，我哋個腦一定要轉得快，唔好俾人當係提款機，亦都唔好做嗰隻以為自己好聰明，其實係最傻嘅水魚。